前2个月都在家里用餐啊，那就外带。对，都是这样子的。那会不会担心说餐厅的部分开放内用之后一些法律的问题？我觉得上次相信餐厅啊，毕竟他们也很严格在遵守政府的一些措施，对，所以就是觉得还可以，还蛮放心的。这样用隔板吃饭感觉有点间隔，有点距离感。是还好，对，就是也是要遵守一下这些。从昨天开始的话，就有客人陆续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内用的部分，那也有来电就是说要做定位，以及父亲节的定位已经有陆续几组有在做询问，那也有在询问说外带的父亲节的套餐的部分，也有在做询问跟已经做预定了。对，那今天的预定的话是预定，目前是已经预定了50左右。我们现在目前状况来讲的话，就是台北市社会局就是要求每间托婴中心必须就是降载收托。那原先的我们是1:5的师生比，那因为像现在降载收托从7月27号到8月9号，然后这几个礼拜当中，我们是从原先的1:5变成1:4的收托。那现在还没办法送回来的家长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，或者是有没有跟你们抱怨呢？有啊，每天都在抱怨啊，讲说为什么他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回来这样子。预约状况非常好，像我们昨天已经提前所有的人员赶快把环境打扫好，也开始接预约电话，所以光昨天1天而已，就有将近200多个人打电话来预约。因为疫情关系，真的他闷坏了，这个身心疲惫等等的，所以我们刚开始也怕说很多人还是不敢来，所以结果预约就200多个，光昨天1天接到电话，比预期中好。比预期中好太多了。